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有状元学生，无状元先生，意思是英雄出少年。学生往往比老师更较有成就。像羽毛球世界排名第一的戴资颖，2012年17岁时参加美国黄金大奖的比赛得到冠军，所来绝英公开赛甲世界羽联这个年底总决赛，拢得到真济摆的冠军。东亚奥运得到银牌。另外，郭幸存为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开始，无论是亚运、亚洲举重锦标赛、世界举重锦标赛，拢摕到金牌，并且伫台湾人的期待下，得到东京奥运的金牌。潘正宗伫东京奥运高尔夫项目得到铜牌。伫2019年美国团成高尔夫比赛得到生涯头一座 PGA 冠军，这是台湾32年来头一个得到美巡赛冠军的选手。优秀的选手成就拢超过教练，当然无教练就无这个成就。今日这个俗语是有状元学生，无状元先生。